上晝7:20，有人喺英國領事館門外自焚，警方至今仍然封鎖現場，未有交代自焚者嘅身份同動機。自焚者送院之後證實死亡。有記者追問自焚事件係咪同近日爭取港獨運動有關，警方回應指現場未有發現遺書，原因需要留待進一步調查。自焚嘅問題就係去到冇第二條出路咯。自焚者究竟係邊個呢？政府冇立刻公布佢嘅原因。我諗除因為要調查之外，仲因為上禮拜歐陽建峰嘅死。歐陽建峰一直主張向英國政府爭取喺聯合國控告中國政府長期破壞香港高度自治，違反中英聯合聲明，被中央政府視為極端反動、不可理喻、無可救藥嘅恐怖分子。有責任嘅佢哋，因為由70年代開始啦，聯合國咧佢哋驚咗中共，所以佢哋剔除咗香港嘅殖民地身份。冇咗殖民地身份咧，香港唔可以好似其他殖民地咁樣有一個自決權，佢唔可以好似其他殖民地咁樣有一個獨立嘅選擇。但係話香港唔係殖民地喎，呢個本身就係一個大話啦。The govern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ll be notified accordingly. 幼稚，香港完全係冇獨立嘅條件，根本就係連諗都唔應該諗。你話港獨，連泛民都會話你啦。喺2020年港獨暴動之後，搞到中央要為23條立法，根本個責任就唔喺中央度，而喺啲暴民嗰度。佢嘅港獨主張令佢成為首個違反基本法23條，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入罪嘅人。今個月4號喺佢絕食第67日響獄中身亡，終年21歲。自焚嘅位置係歐陽建峰喺半年前焚燒中英國旗嘅地方。佢啱啱死咗7日。我覺得自焚嘅人一定係佢嘅支持者。有冇見過 Karen 啊？冇啊！原來茉莉花革命一開始有個後生仔自焚。歐陽同我講，香港未爭取到民主，係因為未有人死。你咪諗住自焚嘛？如果真係去自焚，你又會乜反應啊？會殺咗你咯 ，Karen。歐陽同我講，香港未爭取到民主，係因為未有人死。請支持香港獨立啊！你哋都唔係中國人。喺度學人講廣東話，好肉酸啊！我係香港人，咪講廣東話咯。嘿，翻屋企啦你！香港就係屋企，我喺度出世㗎。走啦，巴基爛炭！你做咩掂我啊？走啦！你唔嬲嘅咩？我又想打佢哋。咁多年嚟，我就係為咗呢啲咁嘅小市民去爭取公義。但係你喐手，你咪同我哋一樣咯。我夠想打佢哋。對英國人呢，我仲未死心。到底比較文明、比較有道德嘅英國人，會唔會出嚟承擔返佢哋應該承擔嘅責任呢？如果英國人唔肯出嚟講嘢嘅話呢，佢哋同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嘅中共係冇分別嘅。大家都係違約，大家都係違反國際法，咁就大家都冇資格去維繫香港嘅主權。香港就有權去獨立，香港唔獨立就永遠都唔會有真普選。我哋同中國
糾纏咗咁多年，佢突然間叫我哋唔好再理中國，應該轉去英國政府嗰度抗爭呢，先至有希望。但係呢個諗法，香港人一時間接受唔到咯。但係無可否認，歐陽劍鋒係第一個為香港民主犧牲性命嘅人。自焚者就好似第二個歐陽劍鋒，對中央政府嚟講呢，係一種危機，會令更多香港人支持港獨。香港獨立就會威脅到共產黨嘅統治。如果共產黨倒台，對於中國就係一個大災難。其實分裂國家係好事嚟㗎，越細嘅國家，國民得到幸福嘅機會係越高。即係中國嗰種大一統，中國嗰種嘅好根深蒂固嗰種嘅中央集權嘅意識，即係佢覺得好丟架嘅。做咗幾千年奴隸嘅中國人，點會明白呢個道理啊？你試下問而家嘅中國人要唔要民主啊？我諗大部分人都答你話：我情願要獨裁。其實如果想中國人幸福，我哋就要做一個榜樣，就好似爸爸咁以身作則，俾個仔可以好好咁去學習，佢先至會成熟。如果個仔打人、講大話唔認，做爸爸嘅應該要俾佢知。以香港嘅文明程度、人格成熟嚟計，香港應該係一個爸爸。不過大家要知道啊，共產黨嘅邪惡唔係非一般嘅常理可以推測嘅。係咪徽記五金嘅潘耀輝啊？係啊係啊。呢張係搜查令，你開門啦。哦。關於今朝自焚單案，判咗有徽記五金嘅電話地址。自焚嗰個人？你而家涉嫌協助自焚，你暫時要留喺屋企。喂，我唔識佢喎，佢嚟買嘢，我賣嘢俾佢，我唔識佢嘅喎。我知道你不認識如果真係要去自焚，我會揀英國領事館。潘陽，潘陽，Karen 喺邊啊？講啊，有冇事啊佢？你冷靜啲啦。中國唔會有反應㗎。你睇下西藏，有咁多僧侶自焚，死咗咁多人，有用咩？歐陽嘅方法先係啱㗎。我哋爭取嘅就係英國政府嘅支持。英國佬話知你啊，歐陽嘅問題就係成日去求英國佬。佢唔係求英國啊，佢嘅抗議同你鬧中國係一樣㗎。係啊。獨立聯盟今日喺中聯辦放火啊！你唔好去啦。你留喺度。係啊。而家你條女俾人捉咗啊！你咁都唔同我哋去？我唔去，就因為佢哋跟得你多，先會搞而家咁。共產黨唔鬧你鬧我哋？我都唔明點解 Karen 會中意你。就係公民抗命非暴力呢幾隻字搞死晒香港，而家香港一潭死水就係因為咁。你如果話佢哋維持緊，其實你睇翻中英聯合聲明，其實好明顯寫到明，除咗國防同外交之外，其他嘢係唔關共產黨事嘅。咁而家唔守法律嗰個係佢哋咯，唔係我哋啊！你睇而家成件事係錯晒，根本上我乞人憎啲講句，根本上我哋而家就係俾人揸住個春袋。自焚係假嘅，成件事咧有可能係共產黨自編自導，借呢件事去抹黑港獨咯。
然之後跟住進行打壓。其實都曾經用過喺法輪功啊同疆獨身上㗎啦。政府之所以到而家都唔肯公佈自焚者嘅身份，其實就想睇下香港人嘅反應係點樣，然之後先至考慮點樣去定性，係按劇本話佢係港獨啊，定還是係精神病患者咯。中共咁多年都喺度煽動港獨情緒，好似好矛盾。但呢個正正就係港獨嘅吊詭之處。係會引發好多仇恨，令到反對派唔能夠團結一致，咁對中共反而有利。如果自焚係假嘅，咁我就想問，有邊個願意為中國做呢一場戲？中國人呢就有一個特點，就為咗錢，乜嘢都可以做。呢10幾年嚟，我哋學得最多嘅係陰謀論，而我哋失去最多嘅係信任。咁亦都有另外一個可能性嘅，可能呢個自焚者係俾共產黨呃咯，以為扮下點火就得，所以呢件事係謀殺，唔係自殺。自焚者證實係一個支持港獨嘅香港人，警方將會喺1個鐘頭之後召開記者會，交代事件調查嘅進度。喂，你又先我個臭女放學啊？喂，大家嚟揾食啫，合作啲。呢係我屋企嚟㗎。你的家也是我們管的。喂，你想點啫？嚇，電話唔俾我打，我夠鐘臭女放學，放完學我抽佢翻嚟，我要翻嚟㗎嘛。想點啊？翻去。妖，你點啊？我哋夠鐘放學啊嘛。點啊？以前嘅特區政府仍然爭取市民嘅支持，爭取市民嘅愛戴，依家就同中國嘅政權一樣，只係能夠令人恐懼。佢哋梗係驚啦！共產黨要靠香港去洗黑錢，去轉移資產。黑社會最關心咩啊？錢啊嘛！你成日話共產黨係黑社會，其實你驚唔驚？咁你驚唔驚？你呢套片點出街啊？23條立咗法啦喎！其實我對你個古仔咧都有啲意見。秘密警察啊，點會着晒西裝㗎？共產黨啊，梗係揾黑社會做呢啲嘢㗎啦！基督教團體公義行者再次號召信徒同埋市民喺英國領事館門前舉行祈禱會，每人都手持燭光，不停喺度禱告，比上星期悼念歐陽建峰嘅人數明顯增多。英國政府盡快向聯合國動議，申請將香港列入聯合國託管領土，俾香港人有公投、自決前途嘅機會。基督教嘅英文可以係 Protestant， 意思係解抗爭者。教會係唔應該同政府。而家畫面咧係中聯辦嘅現場，有大批配備盾牌嘅示威者正強行衝入中聯辦，同現場嘅保安發生衝突。現場嘅畫面睇到咧，有示威者喺中聯辦縱火嘅。我要接個女啊！我接個女放學啊！佢自焚唔關我事啊！特區政府視港獨抗爭為外交事務，邀請解放軍嘅協助。已經有解放軍嘅坦克車駛入中環，分別向英國領事館同中聯辦方向前進。共產黨當年就係靠仇恨去建立國家，靠仇恨去維持佢哋嘅權力。香港越亂，對佢哋越有利。喂，食機，食機啊！你哋有冇聽過香港左王烏惟庸講過嘅經典金句？冇聽過。
既然香港人都明知俾共產黨強姦喎，咁點解唔好好瞓低咁享受一下咧？香港人表面上咧好似好討厭呢句説話，但係呢20幾30年，香港人面對共產黨嘅態度就係自甘墮落。10年前嘅雨傘運動，有人話見到希望，我見唔到咯。歐陽劍鋒佢追求緊嘅係一啲冇可能出現嘅嘢。我每日花最多力氣，唔係去承受飢餓，係去抑壓對共產黨嘅憤怒。我其實冇資格叫你哋做啲乜嘢，我只能夠要求自己唔好做錯。我內心好平靜，維持住我意志嘅唔係仇恨，係希望。歐陽劍鋒和平抗爭，點算激進？面對極權暴力，爭取獨立好自然啫。中共統治咗我哋咁多年，我哋失去咗好多好多嘢。如果唔反抗，我成日都係一個宗旨，唔係睇得唔得，係睇啱唔啱。英國領事館同埋中聯辦嘅僵局仍然未解除，自焚所引發出嚟嘅抗爭，對香港嘅前途問題，會係一個終結，定另一個抗爭階段嘅開始呢？中國唔講大話，肯遵守聯合聲明，肯遵守基本法，其實我哋唔需要港獨。好可惜，我哋唔會再相信共產黨，由始至終，我哋都唔應該相信。條命都冇咗啦，你表示我對呢件事嘅態度，最激烈得嚟，又係有相對嘅所謂比較溫和嘅做法。港獨係唔係香港民主嘅出路？自焚唔一定係絕望，可以係燃點希望，係勇氣，係承擔，係尊嚴。佢哋嘅犧牲根本就唔值得，好心做壞事。反對不公義就係做人嘅責任。
政治嘅根本就係道德。中國人最大嘅缺點就係自私、犧牲。我成日喺示威現場見到一個80幾歲嘅婆婆，佢經歷過文革，經歷過6·4，佢成日都鼓勵我，叫我唔好俾人睇死，做人要爭氣。我希望自己做得到。